過多2日，影響全球嘅總統選舉就發生。呢件事發生之後將會係點樣？我哋唔係好知。大部分人認為應該奧巴馬會贏。如果佢真係贏咗嘅時候，對整個世界嘅局勢嘅影響有幾大？我哋知道係必然有影響，但係呢樣去到有幾多、有幾深，我哋唔係好知道。但係今日我哋要明白，有一件事影響全球最緊要係咩？耶穌再嚟呢件事先係最大嘅事情。咁我哋要警醒啊，等候耶穌再嚟嘅時候，我哋有咩可以做？就係我哋想根據帖撒羅尼迦前書第2章呢段經文裏邊，保羅提到佢好踢路敞開嘅否白咗佢傳福音者嘅心聲。我哋藉著呢段經文，好想俾你今日一個好大嘅激勵。保羅呢一段嘅經文裏邊係揭示咗3方面嘅事情，我哋花較多時間會講第3方面。第一方面佢提到佢為咗福音嘅緣故受迫害。弟兄姊妹，今日有好多人唔肯傳福音，有好多基督徒唔肯傳福音，有好多基督徒唔敢喺公司裏邊、喺家庭裏邊去表明自己係信徒嘅原因，可能就係會覺得，當我話俾人聽我係基督徒，我就會受害，我會受迫害，我唔可以吞泡，我唔可以蛇王 ，OK， 我唔可以攞咗公司嘅嘢翻屋企去用，因為我係基督徒。我唔可以再講任何嘅白色嘅謊言，因為我係基督徒。我食飯嘅時候又唔可以即係褪太唔俾錢，就爭等住唔俾錢嗰個 ，OK， 因為我係基督徒。但係更加強烈嘅原因，令到我哋唔想話俾人聽基督徒嘅原因，我相信多半都係我哋唔係好想。當我哋話我哋基督徒嘅時候，我哋行得正企得正，不特止，我哋仲要人哋對我哋有一個好高嘅期盼同埋要求。而多半嘅人對基督徒有一個好大嘅迫害性。我好記得當我中3信主嘅時候，當我信耶穌翻到學校，我哋中午出去食飯，第一日我係耷低頭祈禱謝飯嘅時候，我所有個同學都知道發生咩事。我祈禱之後，我發覺我碗飯係多咗顏色嘅，包括豉油啦、辣椒啦、胡椒粉啦，全部嘢落晒落我碗嗰度。你開始你要知道做基督徒係要受迫害。不過咁又如何咧？弟兄姊妹想清楚，咁又如何咧？我覺得基督徒，如果你話俾人聽你係基督徒受迫害，真係唔偉大。我覺得一啲都唔偉大。點解咁講？我以前覺得好偉大，我而家覺得一啲都唔偉大。想清楚，嗰度有幾多人你係做父母嘅？請你舉手啊嘛！請你舉手。OK， 好啦，我想問你，你嘅仔女每日喺度聽緊 MP3， 你嘅仔女每日喺度打緊機，你日日都喺度迫害緊佢，鬧佢、揞佢，你聽少陣得唔得？你打少陣得唔得？佢因為喺度被迫害，繼續玩緊佢嘅嘢。你覺得佢有幾偉大啊？阿仔，你真係偉大，為咗部 MP3 機每一日俾我迫害你，你都係願意。佢有幾偉大？佢真係做緊一樣佢想做嘅嘢，係咪？弟兄姊妹，其實我唔覺得個基督徒傳福音會好偉大，我覺得傳福音受逼迫係佢做緊一樣佢想做嘅嘢。當佢想做一樣佢想做嘅嘢嘅時候，佢就覺得唔係一件咩回事。正喺度深深不忿，覺得全方備受迫害而唔做嘅班基督徒，嗰班基督徒係咩基督徒？嗰班基督徒做緊一啲佢唔想做嘅嘢。想清楚？如果你個仔、你個女唔想做嘅嘢，你喺度迫害佢嘅時候，佢係好不甘心啊！就係咩咧？例如你每日迫害緊佢做功課同溫書一樣。快啲溫書啦，快啲做功課，做完未？做完再溫書啦，溫完呢樣再溫嗰樣啦。佢喺度日日都俾你逼害呢件事，但係佢覺得好不甘心。佢會不斷放棄溫書，不斷放棄做功課，但係佢不斷永不放棄喺度打機，喺度聽 MP3。點解？一個做緊佢想做嘅嘢。弟兄姊妹，今日如果你覺得係咪被迫害係一個客觀嘅現實係真實嘅，不過喺你裏邊是否願意就在乎於呢樣嘢係咪你覺得你委身想去做嘅事情。所以保羅呢度提到佢受迫害，但佢唔係帶住一個沉重嘅心情話俾你知佢何等嘅凄慘。佢想話俾你知呢個必然發生嘅事實，但係佢並冇因為咁嘅緣故而氣餒同埋放棄。第二方面我哋見到佢講緊個傳福音嘅動機係咩回事？喺第3節到第4節呢度提到4個不是，2個沒有。佢話我嘅傳福音嘅動機唔係出自一種錯誤嘅動機，亦都唔係出自一種係污穢即係話唔乾淨嘅動機，唔係出自一個詭詐嘅動機，亦都唔係出自一個討人喜歡嘅動機。雖然我哋唔係好清晰保羅究竟喺度講緊錯誤污穢講緊咩回事情，但係我哋好肯定保羅講緊嘅係一切負面唔應該有嘅嘢，一切係負面唔應該有嘅嘢。
但係佢又提到兩個沒有，佢話我沒有將一啲去阿諛奉承嘅説話、討人嘅喜悅嘅説話，不斷喺我傳福音裏面講出嚟。冇。第二，佢亦都冇存着貪心。前者係人會見證到，後者係上帝所知道。因為一個人有冇貪心係別人見唔到嘅。如果見得到嘅話，嗰種貪心就真係好貪心，係咪？OK。但係如果人都見唔到嘅，唯有上帝先知嘅嗰種嘅貪心，就係人唔容易察覺得到嘅事情。但係保羅話，尚且人唔容易察覺，但係唯有上帝知道。而最正確傳福音嘅動機係咩？保羅話，佢話乃係討那察驗我們心中嘅神嘅喜歡。因為上帝歡喜我哋去做傳福音嘅工作，我想討上帝嘅喜悅，所以我不斷嘅去做傳福音嘅工作。同你隔離弟兄姊妹講，上帝好喜歡你傳福音。上帝最開心嘅，上帝最關心嘅，知唔知弟兄姊妹？每一次你同人傳福音嘅時候，上帝會側意去聽、去留意、去睇。上帝為呢件事大發熱心，點解？因為佢將個咁重嘅責任交咗喺你同我身上，佢好留意、好細心去觀察究竟今日我哋點樣去完成呢件事情。當我哋存咗個單純嘅心上，我為咗討你嘅喜悅要做呢件事情嘅時候，保羅就提到佢話：我哋應該用乜嘢態度去傳福音？我哋今日會花較多嘅時間講呢一方面嘅事情。